每日靈修，與主親近，靠主得力。今日經文係約伯記23章10節。然而他知我所行嘅路，他試驗我之後，我必如精金。今日小故事，尼可羅帕格尼尼係歷史上最出名嘅小提琴大師之一。喺一次新曲演奏會中，帕格尼尼演奏到某一個小節嘅時候，琴弦卻因為承受唔到高低音急轉嘅壓力，突然斷咗。佢調咗一下剩下嘅3條弦，接住佢就繼續演奏。音樂依然係精彩。演奏中途冇諗到又有一條弦被拉斷咗。呢個時候，帕格尼尼仍然從容不迫咁拉奏住，就好似乜嘢事都冇發生過。而到個曲子終結之前，又斷咗一條弦。帕格尼尼睇咗一下手中嘅琴，接着佢又用剩下嘅一條弦為整個曲子做咗完美嘅結束。呢個時候，全場嘅聽眾都企起身，俾咗佢好熱烈嘅掌聲。我哋一齊默想，你而家係咪正面對住一啲好挫折嘅難題呢？唔知點樣去應付？唔好輕易放棄，就算只仲有一條弦，你仍然可以演奏出精彩嘅人生嘅。我哋一齊禱告。我哋在天上嘅父，感謝你係我哋嘅盾牌同埋避難所，你保護我哋，為我哋遮風擋雨。我哋將生活同工作上遇到嘅打擊同埋困難帶到你面前，求主憐憫，成為我哋嘅力量，為我哋開路。我哋相信呢一切嘅挑戰都係你俾我哋嘅一種磨練，為要使我哋成長，信心更加嘅堅強。我哋願意信靠順服你，靠主得勝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約伯記23章10節。然而佢知我所行嘅路，佢試驗我之後，我必如精金。